咱的政府根据着各国武汉肺炎的疫情，来提出着旅游警告。日本甲泰国列第1级，新加坡第2级，中国、香港甲澳门是上严重的第3级。日本、泰国、新加坡这国家，拢是台湾人真爱去的所在。若是已经报名旅行团，或者是已经买机票者，是毋是爱取消行程呢？有医师来提供着5大要件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大家当家己来评估，是毋是要照常出国？这段时间都还好吗？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？即马看医生，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最近有出国无？不过同款问题问医师家己咧，但袂当讲拢是 no。我本来下个礼拜我的好朋友在日本要约我去打球，已经约了好几个月了。我就认为说日本已经有所谓的社区感染，我马上就取消了日本。日本变成旅游警示第1级，医师林清国取消小白球之旅，因为防疫免有一点仔程度。最重要当然还是能够不去就不去，能取消就取消。跟我一样，如果你担心家人担心，而且像日本，如果我去旅行回来，我要自主管理14天，那我诊所怎么办？你的工作怎么办？就算假真歹请，机票、饭店嘛拢订，医师也是建议暂时莫去，也搁列出5大理由，因为机舱是密闭空间，增加感染风险。若是伫国外被传染或者隔离，医疗费拢要家己承担，甚至回国了后，若是比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14天，损失的薪水可能比机票或者饭店的费用拢也较悬。其实像是日本、新加坡、泰国都是相对比较大家可能要注意的地方。另外像是印尼或者是柬埔寨，其实来讲，他们当地的医疗设备都没有来得那么完善，甚至他们的医疗的我说的那些确诊的数字，可能也没有来得这么透明。选择疫情相对比较较轻的美洲或者是欧洲，不定会当降低风险，但是防疫政策随时拢在变，你的旅游计划可能永远拢对袂到疫情的变化。